2026年開漁盛宴湛江嚟啦！8月16號南山島開漁節，親眼見證開海第一網嘅豐收盛況。第一網海鮮最鮮、最搶手，圍網捕魚，開海第一網，睇住漁民撒網、魚蝦蟹跳躍嘅畫面，感受千帆競發嘅震撼場面。即場開蠔、煮蠔，每人4隻官渡生蠔，肥美多汁，鮮到甜甜膩。夜晚嚟到南山島新晉網紅打卡地，開心海咖啡，呢度以一片浪漫粉色融入碧海藍天之間，整體粉紅色調搭配湛藍海景，屋頂嘅粉色飄帶被海風扯得呼呼作響，成個空間好似一個溫柔嘅夢。我哋嘅開漁晚宴就安排喺呢度，仲有海邊音樂會，海浪聲同音樂旋律交織，視覺、聽覺同味覺3重享受。日頭打卡粵西小桂林，那星稻田風光，外觀湛江奧體中心，漫步萬畝紅樹林棧道，呼吸海邊清新空氣，感受漁港獨特魅力。當地3鑽酒店連住2晚，舒舒服服唔使搬行李，純玩3天。1年只有1次開漁盛宴，名額有限，快啲報名，一齊去湛江食海鮮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